来看国内头一个子宫头癌的疫苗不良反应，各卫生福利部的案例哦，怀疑是个判这原告胜诉，也毋过卫生福利部又个上诉。妇女团体甲立委早起是呼吁卫生福利部讲，救济本地就爱放入标准，也爱因卖个上诉咯。讲起查某囝 Amber 承受的痛苦，和爸爸艰苦过自责，因为 Amber 伫108年高中二年迄年，自 HPV 子宫口癌疫苗了后，确诊是幼年型风湿关节炎，互外界叫做是痛痛女孩。迄当时申请预防注射受害救济，互驳回，后来佫提起行政诉讼。总算等到今年8月得到胜诉，也不过爸爸并无得到安慰，颠倒烦恼卫福部会继续上诉。我们的孩子中有人自残，有人卧轨，试图解脱这场噩梦。我不知道卫福部的长官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些少数的人呢，应该被看到，而且被救济。妇女团体表示，痛痛女孩是自 HPV 疫苗了后发生不良反应，遭囡仔的称呼，目前已经接到30多件申诉，其中26位是11到16岁的青少年。当痛痛女孩向卫福部提出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诉时，审议小组多数拢认定是不良事件，甲疫苗无关系，只有5件得到救济，甚至头一位痛痛女孩贝拉，法院2度协判胜诉了后，卫福部阁提起上诉，到今拢无结果。上诉了，我们赢了，他们是不是仍然要说我们？法官和法院不专业，我们医学才专业，我们这几个医生才专业，还是药厂才专业？法官在判决理由里面有讲了一些东西，其实会让以后的审议很难运作。立委甲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应该本着救济制度将款认定的精神，唔通阁上诉。那根据国健署统计，2018年到今提供各种女性 HPV。公费疫苗注射有62.1万人次注射，累计接到通报888件不良事件的通报，多数拢是注射的部位红肿、会痕等症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